Hello，大家好，中原地產與新分行嘅 Stephen 張，今日咧同大家留荃威花園睇個 E 座嘅高層03室兩房單位嚟嘅，實用面積有441尺。入到大門口之後咧，會一個偏牆身嘅客飯廳啊。嗱，大門口隔離咧都仲有少少位置，見到業主咧做咗個5門嘅鞋櫃啦。另一邊咧就可以做啲飯台嘅位置啦。前面就可以做一個客廳嘅位置，牆位可以做個大嘅掛牆電視啦。我身後呢個中間呢個位置咧就可以做個3座位梳化。咁前面咧都仲有位可以擺啲櫃啊之類嘅嘢。廚房啦，咁保養都幾得意嘅，咁基本上清潔下就可以嘅啦。呢個係雪櫃位嚟嘅，咁洗衣機位置咧就擺咗喺洗手間嗰度。景觀方面咧就山景啊、平台景為主，會望到少少樓下嘅湖中游泳池啦。浴室，咁基本上咧清潔一下都完全冇問題嘅啦。咁裝修得都幾好嘅。然後就2間房間啦。首先呢一間咧就比較長身少少嘅，門後邊咧其實就已經有個好大嘅位置，可以做個3門好深嘅衣櫃嚟嘅。而前面咧可以擺張大嘅雙人床啦，仲有位可以擺啲床頭櫃啊、梳妝台之類。咁不過咧景觀就前面就樓景為主，好在隔離咧都仲有啲光線可以入到嚟，望出去都望到個天，都望得遠嘅。至於另一間房咧，呢一間房就相對嚟就市正少少，比較正方形少少偏向。咁啊，同樣地咧，可以擺到雙人床啊、衣櫃啊、床頭櫃、梳妝台之類嘅。呢隻窗咧，景觀咧就望多少少市區嘅位置啦，同廳嗰隻窗差唔多。咁佢另一隻窗咧，雖然就話都係望翻差唔多嘅景啊，但係其實遠望會有少少嘅海景。